畢業之後各有各忙，有人繼續讀書，有人開始工作。一開始我哋講過每個月都要約出嚟見面，幾年後呢，就變成每年先見一次面，然後幾年都唔見一次面。以前我哋可以傾偈傾通宵，而家喺街撞到都怕冇話題。10幾年過去啦，今年我踏入30歲，轉過幾份工，終於定落嚟，兜兜轉轉都係喺銅鑼灣返工。想學嘅嘢有好多，但係行動力永遠就好低。失過幾次戀，仲未遇到一個嫁得過嘅男人。一個人有時放工經過呢度，6分半鐘就會見到個鐘樓啦。然後我就會諗起我哋細個嘅時候許過嘅願望，要發達，要嫁人，有人話要生3個，有人仲要話要征服世界。10幾年過去啦，大家嘅願望唔知有冇實現到呢？